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0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风声讲，美国商务部想要透过晶片法案，用补助交换晶片公司的股权，包括台积电。劳动部推动照顾服务就业奖励，无头路的人加入长照服务，上济补助108000块。80岁免巴士牛表，就会使请看护，本地按10万人申请，到达干那千外件。立委批评政府咧乌白吓惊。新闻头起先来看，为着无爱互台积电甲市场规划跑，美国当日和 Intel 直接要入一成股份，而且美国后一步想要透过晶片法案来交换美国台积电和三星股份，因想尽办法要控制半导体市场。美国咧甲英特尔讲收购50%股份。美国商务部长罗特尼克表示，入股进程真侪摆强调的晶片自主立场。伊是伫接受美国在线媒体 CNBC 采访时阵表示，咱需要伫本土制造家己的晶片，咱免去离咱有9500英里远，却甲中国近甲干那80英里的台湾。The president wants to put America's needs first, both from a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 and it's a creative idea that has never been done before to ensure that we're both reshoring these critical supply chains while also gaining something of it for the American taxpayer. 卢特尼克表示，美国政府可能加做英特尔上大的股东，毋过未安尼摕到英特尔治理权。敢若将拜登政府时期的补助转化做川普政府，也就是美国人民的股权。卢特尼克阁暗示，川普总统可能会找找其他得到晶片法补助的公司，达成同款的协议。去年秋天，英特尔表示已经得到将近80亿美金的补助，用伫起工厂。台积电是照这法案得到66亿的美金，用伫扩充伫亚利桑那厂的产能。同时之日本能源集团宣布会投资英特尔20亿美金，用股权投资形式入股，加做英特尔前10大股东。对这间咧努力转型的美国晶片制造商来讲，亲像为因做一支强心针。19当日，英特尔即间因为技术落伫后边缺少较好的产品，落伫回答甲超微后边陷入困境的晶片大厂，估计起将近7%，代表市场对冷咸资金入股，加政府介入的乐观反应。投资人看好这个动作，应为英特尔带来长期的转机。公视新闻恩文玲评价。讲到这，美国是一直想要把半导体产业落伫因手头。根据外国媒体报道，美国商务部正在讨论扩大补贴换股权的政策，因想要透过晶片法案，用补助来交换对方的股权，这也包括咱台积电。这消息一日出来咧，今仔日收盘，台积电就落50块，收伫1135块。若带动台股咧是落728点，收伫23625点。美国计划成做世界 AI 中心，在划出半导体关税了后，根据外媒的报道，美国商务部长罗德尼克当在研究扩大补贴换股权的政策，计划要对晶片法案当中接受补助的公司，用半导体补助换对方的股权，其中就包含三星、美光和台积电。美国要入主这样的一个说法，我想我刚听到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再确认这个讯息的。大概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么真正的话会影响到什么程度？我想这个都需要专家的这个评估啦。另外，针对晶片税率，敢有可能升到300%？贵地辉是表示，因为竞争在各国之间，针对高关税会帮助业者研究会当应用的方式。根据了解，美国商务部在2024年年底决定对台积电提供66亿的美金补贴，在美国生产半导体。不过，即马若是补助换股权，外界认为讲，川普对半导体产业的干涉行动又搁大入眼。那当然，对于台积电，
未来其实会牵扯到更多来自于美方地缘政治上的一个压力，那么甚至对于台积电在技术的一个主导权，甚至企业的一个自主性，都会受到一个比较不利的一个影响。目前台积电对市场的传闻是无爱评论，不过台股受利空的冲击，台积电二早开盘一声就跌20块，盘中股价上加来到1140块，一时间是跌45块，大盘夜红有价。盘中一时间是跌超过600点，跌到真强，跌落去24000点以下。尽管分析师表示，补助换股权并不是正常的商业模式，美国政府有可能介入企业的经营，咱的政府爱细致评估后续的影响。国际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政治消息，前台南市议长郭信良涉嫌供电污洗案，贪污900万去向约谈。这检方认定郭信良甲业者曾家川犯罪嫌疑重大，信后是200万交保。二早大约半暝12点，警方车到桥头地检署，车顶在个技术是刷到桥检复审的前台南市议长郭信良、三地集团创办人曾家村等人。检方侦办供电弊案，到达至少3破撬锁，无排除郭信良涉嫌找公山营造姓朱的负责人做污洗中人，向业者讨压榨钱900万。大约复审2点钟，律令郭信良甲曾家村分别以200万交保。可以帮我们讲一下结果怎么样吗？今天。这次保释金怎么比上次还多那么多啊？曾家村随缴交保金，行出地检署时唔回应问题。郭信良的助理是直到透早4点，才装着200万的现金办交保。看今仔日你个结果是安怎啊？谢谢。因为今仔日较无遐久对吧？谢谢，谢谢。刚讲一下。谢谢。行出桥头地检署时，郭信良敢若回应多谢，都无加讲话。不过，去年4月1号交检约谈的时，敢若预定30万交保，这个煞增加到200万的交保金。无排除伊除了涉嫌犯贪污罪，佮涉嫌违反亏清法。不过，检方敢若回应2人涉嫌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但是相关的事情已经调查，无羁押必要。其他细节是无加做说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东市市围路一段，为昨暝开始，都有真侪军用卡车进驻，都有民众透早困醒，想讲这徛街哪会变做野区？毋若往海滨公园的路封起来，阁有真侪军步兵，这居民拢讲西目睭发白白是毋捌看。若为天顶看，会当看到有4台若像天宫3型的飞弹发射车，虽然用步兵往起来，毋过这飞弹发射架是看现现。边仔阁有雷达车、通讯车等等的军用卡车。这中科院开发的防空飞弹系统天宫3型，为2015年开始生产，到达拢总12套，部署伫咧全台湾各地头。2016年的选战开始布局，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宣布要选新北市长。若这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嘛表态，讲袂摆脱，会愿意承担。若新北市副市长刘和杰嘛对咧表态，讲会维持好友谊的政策。如果到明年确实是要我承担，我想我也不会排斥，我也会承担。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19甲普通市同款参加台北市政府的市政会议，会后伊第一遍正面回应参选新北市长的问题。对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想要参选，李四川讲，一旦为国家做代志，拢是好代志。他刚这个宣布要参选新北市嘛，那原则上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去跑一跑。川博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我觉得川博愿意一起为台北市来打拼，这个应该是很好的事情。同款拢要参选新北市长，双方互相化会，只是伫同一天心情可能无啥同。李四川有民调回扣，黄国昌是继续伫咧后壁立。根据上新的民调，黄国昌若对民进党新北市长的可能候选人，包括立委苏巧慧、民进党前秘书长林佑昌，黄国昌伫咧民调拢输因2个。因若李四川对立赢2个人的民调拢领先，另外伫南野的内部，李四川以31.6%赢老和联的4.2%。虽然还有超过60%的人无明确表态，不过若李四川出来选，赢面较大。那对我们新北市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实实在在的做事，了解新北。我会持续延续侯市长的施政，全力以赴。
伫李四川宣布参选了，老互连过1点外钟也发声明，不过李四川讲，离选举还阁有1年外，未当用这摆民调来判断。2026新北市长选战，南亚内部开始讨论情绪，就看黄国昌后一步要安怎做。记者综合报道。天道盟的盟主铁爸詹英父兄弟仔和太阳联盟副盟主洪瑞峰等人涉嫌开公司洗钱逃走税，检查风去超约谈20外个人，先后这3个人是100万至300万交保，接受电子监控。开门，不然我要破门了。拄报铁勤队攻击经济爆发的据点，具体上大的对象是伊。天道盟盟主铁爸詹英父行伫上头前，也小弟太保詹英进，甲太阳联盟副盟主迈克洪瑞峰共款被拘提，检方核实了100万到300万交保，各挂科技设备监控。这2位兄弟，他们在110年起就开始去借接博弈集团，借着第三方支付的方式来出金跟入金有关于赌资的一个部分。警署局这摆行动发现有半交网站业者涉嫌交给第三方支付，设备交金等不法锁定。经过检方初步清查，推估非法洗钱金额超过数十亿。詹英父兄弟被控涉嫌主导一切。电信公司、网络公司、三方支付以及非法的币商，都有帮派介入的一个痕迹。那在这个产业链里面，手法不断的推陈出新，现在又结合了白领的专业人员，然后又公司化。乌邦有那勘察报告，警方电话金流，佮查出洪瑞峰为警察正做乌邦主要角色，经营的电子设备公司有那找人头囝是员工，勘察逃走税，小民购付大笔不详的款项，怀疑有不法。即马2个案件，检警公布侦办，照半缴洗钱、税关基情法等罪嫌继续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有一间准公共幼稚园，去年被家长指控虐待，官府调查嘛确定有不当管教，罚交保员23万，罚幼稚园6万块。不过，这间幼稚园有真侪违规的记录，却继续在领补助金。有议员批评政府监督的力头无够。今年7月，有家长出面指控彰化市某一间幼儿园短短2礼拜内就出现158件交保员不当管教行为。虽然县府调查了后有采罚行为人甲幼儿园，但是有议员指出，这间幼儿园为2019年到今有侪届违规记录，所以也继续咧领准公共幼儿园的补助。这期县府对准公共幼儿园的审查标准无够斟酌。家长会向小孩出示准公托，有很大一方面是因为基于教育处对他是有所管控的，所以会对于这份信赖感。所以我觉得彰化县政府教育处在这一方面应该要用最高标准来看待，而不是让有问题的学校一再的领取政府的补助，然后继续来招收学生。彰化县政府表示，该读准公共幼儿园必须符合教育部的相关规范，目前正在厘清这间幼儿园是不是有符合该育的条件。我们已经函请教育部国教署函释，那后续我们将会视那个函释的结果，再行召开彰化县公私立教保服务机构涉及重大违法事件处理小组去议决。全国教保产业工会指出，退场机制虽然是中央定法规，但是标准是来自地方政府的认定。一直以来，台湾准公共幼儿园相关的退场机制无够明确，才会致使地方政府对有违规记录的幼儿园无积极处理。这样都会面临到补助的问题，然后再来这些幼儿是不是有地方可以去？那这个东西其实也会让很多的县市地方政府事实上一再的姑息这一些准公共化幼儿园，因为这些东西都会牵动到他们有没有足够的配套措施。全国教保产业表示，2018年政府开始推动准公共化幼儿园补助，相关的审查标准甲退场机制拢无周知。目前实施到今，准公共化幼儿园违规比例就超过30%。因认为政府应该设立条款，专心来推动公立幼儿园加非营利幼儿园。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华为公司经营的论文资料库，伫咧2020年授权中国厂商审查论文，若是有国家这2个字拢互改做台湾，按国立这2个字是直接消失。立委黄辉协助4位学者拍官司，达成和解。华为正式公开会议日，陪15班做公益。
探讨2011到2014年独管法修法过程、国家资本加环境运动安怎有效。中山大学社会系副教授曲华梅期刊论文，2020年5月刊伫咧台湾社会学刊第64期，2020年年底华西甲资料库输出至中国，内容所被改过。他篡改我的方式是，他不见容于我们提到台湾作为一个国家，所以他把我们的国家突然都置换成台湾，所以一个抽象的，而且是有理论意涵，跟国际知识社群对话的一组概念，国家资本与社会变成台湾资本与社会。国家被改做台湾，各地拢无去。立委范云迄当阵有开记者会讲，受到影响的学者真多。对华的迄当阵回应讲，是为了要增加内容被检索，有伊的市场性，无法度接受这种讲法。华裔资料库让我们觉得最愤怒的是说，第一时间华裔是合理化了他的这个行为，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因地制宜的一个行动。范云讲，要经过议员丁纯协助黄淑玲、吴伟霆、曲华梅、林一玲等4位学者，总共3篇文章向华裔提诉上，官司伫最近和解结束。华裔也公开声明，向3篇文章的作者加所有受影响的学者正式道歉。我们希望这一个华裔能够汲取这一次的教训，负起他对读者、对知识生产作者，还有整个台湾民主的台湾的社会的这个道歉。华裔伫咧20讲，因为会造成国家侪司法的资源浪费加争议对立，伫一审胜诉了后，主动提和解，所来会提出国家完善的文章著作权做法。因那4位学者是甲华裔互因的15万关注公益，学者强调，希望有更加侪人看到这款论文，也过无希望是爱登录民间的公司一块付钱，是希望有更加侪政府部门的资源实现学术公共化。记者综合报道。今年4月，宜兰历史博览会有游园车弄着人，造成1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家属今仔日出庭调解，指控这县府拢点点无来关心。宜兰历史博览会今年4月发生游园车挡啊失灵，并且意外，造成一对翁某一死一伤。游园车负责人姓吴甲司机姓陈的查甫人拢获检方起诉，专案已经进入审理阶段。妈出院之后，政府单位其实对妈妈对我们家人的这一块都不闻不问。家属甲律师到宜兰地方法院调解开庭，指控代志发生到即马，县政府拢无咧参，无积极处理这代志，呼吁公部门应该更加积极负责。县政府表示，事后针对家属拢陪伴关心，厂商是对这代志给了回应。是我们还是就尊重司法，交给律师去处理嘛，这样子。对。这案件也和审计师检讨，成为县政府甲厂商合作契约内容，虽然包含合作方式、收费、保险甲分润机制等相关规范，不过缺少事故应变甲通报机制，违约法则甲契约修改，也有终止这事项，也无要求厂商提供电动火车基本资料甲合格检验报告、保养费和评论甲记录、驾驶员资格甲管理这资料。整个活动、整个大会，其实它本身就有一个通报机制，一个一个比较缜密的通报机制哦。县政府表示，针对审计师检讨部分，在公共安全甲维护消费者权益，已经要求办理活动的南向农业发展基金会参考相关的意见，对以后活动合作、事故应变甲通报机制这事项，拢按照标准契约范本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今年8月开始，80岁以上的时代免80年表评估都会使请外籍看护。本地劳动部是惊伤侪人申请，会含当前的时代抢资源。不过到今目前是干那1400件申请案，都在野党的立委批评政府，在还未实施进前，就咧先甲民众乌白起惊。 80岁以上的时代，免80年表得当请外籍看护。这政策伫今年8月开始实施。劳动部原本预估会有10万户健康的时代提出申请，恐惊会造成轻症和重症的时代请无看护的情形。不过实际上实施2礼拜，却敢若无到1000个人来申请，引起在野立委不满，批评政府也未实施就开始甲民众吓惊。劳动部。 你们放大了那个冲击，你说有10万人一下子会涌进10万人，影响非常巨大。那我就问你，到目前为止，你刚刚报告说到目前为止8月17号登记申请的1400人，
立法院维权委员会拜三邀请劳动部来做专案报告。劳动部长洪成涵表示，到8月17为止，2礼拜计共有1439件的申请，而且第2礼拜件数是头1礼拜2倍，数量确实有加倍的成长。我们现在在数据上面的确看到，第2个星期是第1个星期的2倍，是多少？是多少的2倍？是第1个星期的2倍。对，数字是多少？对，所以它的成长的趋势是看得到。有民进党立委观察指出，真侪看护会更较健康、较轻松的时段来照顾，确实会造成动静时段请无人，要求劳动部爱提出对策。这些申请人多数都是比较好照顾的长辈，那将把真正需求的重症者会排挤到后边，所以本席非常担心，未来将是移工更难请薪资标高，有钱也找不到人。过去一般其实在求财阶段，你可能要求财要7天，那接下来在这个如果是重症拿到重症的资格的话，他在求财可能1天，我们都尽量的去缩短这个他们可能相对应的程序。针对调查立委的意见，劳动部长洪成涵强调，劳动部未来会继续观察，也会随时检讨、思考配套，确保台湾的长辈拢会当得到完善的照顾。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因应超高龄社会，劳动部推动照顾服务就业奖励措施，鼓励无头路的人加入长照服务。若有符合资格，这就业奖励金上最有108000块。来到受到居家照顾者的厝内，先甲到准备中昼顿，甲摒扫厝内等等的工课。李秋辉今年56岁，5月正式成做一个居家照顾服务员。其实4年前，伊捌中风，伫厝内静养一段时间。最近透过好买就业中心，可以找到居家服务员的工课。慢慢把自己的心情调试回来，然后跟家人说，我想要再出去动一下，因为我觉得我还年轻。他有介绍我来那个居服这一块，我对这一块不熟悉，我说好，那我尝试看看。李秋辉讲，演过伊伫饮料店做工课，不过破病了后，伫厝内静养一段时间，嘛因为安尼无头路，今年决定来做居服员，先参加相关的课程训练，摕到证照，结果由就业服务中心推荐，去合法的单位引头路上班。鼓励失业者从事居家式、机构式及社区式的照顾服务，凡是符合资格的民众，经过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推荐，受雇于合法的照顾单位。每个月5000到7000不等，最长18个月，最高108000的补助。后尾就业服务中心表示，因应超高龄化的社会，甲协助失业的劳工重新登去工课场，劳动部为106年就推出照顾服务就业奖励措施，希望透过就业服务中心鼓励失业的民众投入照顾服务产业。婚姻官今年1月至8月，因为就业服务中心的推荐甲介绍，投入照顾服务产业的人数有235个人。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欠工的问题真严重，公车客运嘛请无司机。台中市府宣布要调整运价，这公车票钱未起，市府会吸收。不过要求客运业者爱调整薪水，司机的薪水上无爱加4000块。做公车的司机塞车都要真注意路面的情形，时间一个长，压力是真大，嘛互公车司机出现欠人的问题。为着消除这个情形，台中市公车业者宣布，会甲司机全面调薪水。基本上是2年调整一次。那因为这个上次到现在已经经过了2年了，那各项成本也都增加，而且整个基本薪资也都往上成长。审计部调查发现讲，目前国内公车职业驾驶的人数比4年前减11.17%，也若新北、桃园、台中等等11个县市，拢有车的数量较侪过驾驶的情形，欠人的问题真严重，嘛造成公车慢分，甚至是全无发车的情形，所以现在去互投诉。工会表示，目前台中市驾驶员的薪水差不多是4万至6万，这届起薪水会起4000块以上，也若其他相关的人员是加差不多2000块。2023年，台中市公车的司机已经捌起过薪水差不多4000块，这届是第2届加薪水。业者讲，希望透过这个方式，会当消除欠卡手的问题。因为我们虽然熬过了疫情那可是疫情之后，驾驶长就没有再回流了。交通局依法调整公车每车公里合理营运成本至51.19元，以及基本里程运价至23.545元。市府表示，这是开始调整公车运输的成本甲运价，所以要求客运的业者配合加薪水。不过，公车的票价要是依持目前的计数，未增加民众的负担。
工会表示，目前台中市公车的司机有1300人左右，还佫欠100外个，才会当满足调度甲增班的需求。也那学者是认为讲，应该改善劳动环境。最重要的话，大概就是他的劳动条件啊。开车他是全时间都是要很注意的，他不能有一点闪失啊，因为司机也很容易受到客诉啊。学者表示，市区交通的路线要改善，民众若有投诉的事件，业者嘛要出来斗沟通，工时甲工作环境嘛有进步，才会当减少人员的流失。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这礼拜日头正咸，过到了后，较会落雷公雨。到拜六投票日，各地头大部分拢是好天。另外，热天时啊，去海边耍水就要注意安全。气象署用 AI 开发预报系统，会当推算这小狗影出现的几率。最近日头真炎，气象署指出，这礼拜要特别注意高温，过到了后，较会落雷公雨。对22开始雨水的豆豆减少，到23投票日，全台湾拢是好天。不过台东恒春会落小可仔雨。台东跟恒春，然后渐渐的可能到花莲地区的话，可能都会是有些断断续续一些雨势出现，而在其他地方的话，则还是维持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形态。好，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其实未来在这一周一个天气上来讲，都还是比较是典型的一个夏季的一个天气形态为主。台湾四面拢是海，真侪民众会去海边啊耍水，为着民众的安全，气象署嘛甲成功大厦合作。推出海花异常波浪预报系统，运用光学摄影机和 AI 技术来推算24点钟内会发生小狗影的几率，通好提醒民众。那这一块的工作当然不是就气象组独立可以完成的，事实上背后技术的研发有成功大学董老师带领的团队，还有气象署做了再好的早期预警，还有1里路要达到一个所谓落地应用。一些统计的资讯，他们提供给我们的。那过去25年呢，平均每年大约17件的疯狗浪的事件。那另外大概将近30人落海，所以其实对我们民众在这个海岸边的油气安全是造成非常大的威胁。气象署表示，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先用伫北海岸、东北角风景区等等，打算伫年底会伫全台湾扩大使用。希望透过这系统会当顾到民众的安全。记者陈心东、曾俊佑台北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 ，Trump 要求乌克兰伫咧陆俄战争让步，指出日本甲韩国对美国开始无信心吗？因本地是想要靠美国来压制中国陆西亚和北韩的核武威胁。不过，即阵伫咧韩国，是有75%民众支持家己发展核武。当然，之前受到之前升等、佮核载升等的日本，嘛有来自侪少年人支持发展核武。来自广岛28岁资深科技业 IT 工程师高桥达明，是来自世界大战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为主。因阿公闪过灾难，掩过一寡亲人从此失去联络。伊不相信外交加对话会让避免核悲剧国发生，掩过这么想法改变，因为日本面临着中国加北韓的核威胁。やっぱり撤退ってなると、やっぱり日本は自衛隊はあるんですけど、軍ではないので、自分から攻め込むとかでは無理な状況ではあるので、やっぱり守るものがない守れなくなる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ので。有愈来愈多少年世代像高桥同款，认为日本应该放开核武历史，进一步躲避核子核武能力。自民党的国会议员松川流基伫最近访问英国，对欧洲各国怎么拢伫咧表达袂当搁依靠美国的想法。和松川加其他议员也开始思考日本部署核武的可能性。Unlike other countries, it's not easy for Japan to go nukes, and I think it's not really politically possible at this moment. That being said, for example, employing or introducing the American nukes in case of the emergency, that's possible, I think. 美国总统川普以美国优先做政见当选总统，对美国加同盟体制采取批评加非传统的激烈做法，和国际之间开始质疑美国的安全承诺。日本正注意对统合幕僚长佐木良一认为，川普颠颠倒倒的个性，和这个人认为日本可能要突破威胁三原则，也就是无生产、无拥有、无引进核武器，进一步发展家己的核子战略。
对核子策略的无共声音，日本甲美国官方拢对外表示，相信川普政府会信守防卫日本的承诺。因为中国是回应未优先使用核武的一贯政策，反对任何宣传中国核威胁的言论。因为日本国内对核问题的态度转变，也影響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甲反核人数。使ったらもう終わり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こが私は皆さん方に言いたいんですね。変わったらどうなるのか。反核人士认为，有核子武器将会让国家之间失去信任，没有真正和平甲安全。这款对话也显示，日本社会伫咧国家安全甲历史创伤之间也找无平衡点。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讲到核能的问题，转来看台湾核三敢要停放，这礼拜六要公投。朝野立委今仔日去屏东视察核三厂停放的安全状况。不过，这朝野立委伫咧现场意见无共，讨论无共识。另外，屏东县长周春美透早带在地龙鱼业甲观光产业的代表，伫咧路口举反对排野，表达立场。周春美嘛认为，这立委伫咧公投进行视察，并无妥当。简单讲，今天的考察没有办法看到核断层啊。今天的好了，我们再这样讲下去会没完没了了。三党的立委无对答，每一位讲煞，另外一位就随便反驳，看起来无共识。离核三停放公投阁剩3天，今仔20立法院教育委员会召委教育军亲身到屏东恒春考察核三厂，立委因先听核三机组以林日现况的报告以及安全维护说明，了后会入去核三厂厂区视察，看线才做综合讨论。那但是我们还是要替屏东人讲话。目前核废料的问题，还有核能安全的问题，在还没有确认之前，我想大家应该审慎思考，让人民更了解说这个核三就是要延役的重要性。我们相关现场的人力以及状况，现场的状况，在平时在除役前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其他来关心关注的地方？核三重启不同意。今仔日透早7点半，屏东县长周春美就率领农渔业以及观光的代表，徛伫屏东市的大路口，举着无同意的牌仔，向要去上班的过路人拍招呼。对立委带队伫要公投的进程到核三厂视察，周春美感觉安尼并无适当。不应该在823的公投之前，然后就做这样的一个定论。立委入去厂区了后，核三厂的大门口聚集未少的当地居民抗议，大声发出反对的声音。核三厂的保全随赶紧到门口戒备，因为公投的时间愈来愈晚，开始有紧张的气氛。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这礼拜六就要公投啊！绿色公民行动联盟今仔日公开交的国际环保组织的成员批，支持台湾坚守非核家园。另外，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是来到新北的实际扫街，呼吁民众爱党同意票，用公投改正错误的能源政策。8月23就是核三敢要停放的公投，公民团体收集18个国际组织和学者的意见，发声反对核三停放。因指出，根据核能咨询小组的意见，目前产生的高阶核废料也无解决的方法，可能造成环境的负担。反对核三停放的民间团体指出，核三厂启动长前，若是发生地动，可能会互放射性的物质外射，而且核三已经运转超过40年，旧的设备若是停放，会有真侪风险。复杂的机器设备、各种各样的零件跟材料，都会导致因为时间的推移而让这些设备劣化，有许多其中是无法更换的，也有很多是无法检查出来的。在地公民团体嘛表示，这个核三停放的公投，未经过在地民众的同意，已经疏忽因的人权。另外，目前咱输的核废料一直无刷走，违反人权公约的精神。未来若是停放，可能会互核废料的处理这个问题更加严重。这一次的公投呢，是直接诉诸全国公投，没有相关妥善的讨论，没有相关的影响评估，它就直接交由全国人民来公投这件事情，它不仅忽略了在地人民跟利害相关人的参与决策权，它也违反了公正转型。公民团体指出，台湾在过去9年来一直在推测再生能源，未来嘛应该符合全球的趋势，完成100%使用再生能源的目标。伊嘛呼吁民众要继续参考各方的意见，在8月23出来投票，投出影响台湾关键的一票。记者桂宗林、贾桂林台北报道。桃园举办毒性化学物质防灾演练，模拟化学公司的仓库有毒气体漏泄的情形，演练救灾疏开民众。现场是动员超过300个人，嘛头一届出动机器狗。化学工厂发生氯气外漏，
9个员工走出来，也有7个人未赴的走出来，挂着全面式的防毒面具密伫咧内底。这是同市政府办的114年度全国独成加关注化学物质灾害防救士兵演练，动员超过300人来参加演练。编辑推演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编辑推演它是一个计划性的验证，也就是我平常的意外事件的所有的计划的防护作为。同市有37个工业区，再加上桃园国际机场、环保局列管700多间毒化物工厂，是全国上多，也是创造物流业者正密集的地区，潜在风险正悬。这边演练也第一遍使用机器狗加救灾机器人等高科技的装备，大幅度降低救灾人员的风险。采用半预警、有响应、无脚本、不压缩时序的模式来进行逼真的呈现整个灾害发生的情境，同时也验证地方灾防计划与中央应变系统的整合。市府表示，112年开始就成立跨局处专案小组，征收相关法规，也公告高风险场所的名单，用实地演练、部门合作、现地应变，在咧灾害发生时阵就让整合资源快速应对。记者综合报道。高铁要通宜兰的计划，今仔日宽屏大会做最后的审查。台铁产业工会是反对计划，惊会直接影响到这台铁生理。若宜兰代理馆长林茂生嘛有出席，伊呼吁宽屏爱紧过关，互宜兰人有高铁通坐。反对高铁延伸到宜兰的代表大声喊口号，伊强调讲，若坚持推动，会造成高铁甲台铁相似。监督人员指出，报告内底讲会当省旅行的时间，煞无要以搬车甲单车的时间。实际看西部的高铁，显示高铁台中站搬新乌日站，甲高铁台南站搬沙仑站，同款拢要是爱单车。转乘跟候车时间，怎么可能去造成那个节省旅行时间的24%的这样子一个经济效益呢？这个完全是谎言，是骗人的哦。台铁产业工会代表嘛质疑讲，敢真正有必要放弃目前台铁直头的规划，开3000多亿的税金，才会当达到高效率的路网，嘛更较烦恼高铁会冲击到台铁的营运。高铁成案以后，是直接冲击我们公司在全岛铁路经营上重要的一环，也将会是交通部乃至中央政府放弃继续推动我们公司化重要的表态。不过支持开发的宜兰县议员林丽表示，这是一定要做的100年重大工程，强调交通平等就代表机会平等。政府县长黄石超强调讲，宜兰需要高铁来改变现状。打开区域，贯穿全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公共的一个运输的工具，因为它便利、它舒适、它安全、它准时。高铁延伸宜兰这案，伫经过宽屏专案小组2届审查建议通过，20早起伫咧宽屏大会做上尾的审查。宜兰县代理馆长林茂生嘛专工出席，呼吁都要通过。距离通过环评只差临门的一脚，更是最后一里路啊！宜兰县政府也与中央一起来努力，让高铁来尽速完工启用。这个案件早起还阁伫咧审查当中，登记发言的民众差不多有30位。发言了后，再阁由宽屏委员来提问。也若开发单位回应讲，上尾会进入无公开讨论的阶段，来决定审查敢是会通过。记者综合报道。台南连续做风台上大雨，灾情真严重。有的公所是为7月初都无用咧处理灾损的案件，逐工加班，假日时啊嘛无通休困。即阵市长黄伟哲就宣布，这加班费的照算钱变烦恼。基层公务人员无用此时咧解答民众的各种问题，嘛替乡亲办理各种业务，有的是厝外勘灾，协助灾后的复原工作，根本无眠无日，拢无休困啊。问按服务真亲切，啊，恁真紧就了解啊。需要补助啊。过程有实施。有。风台过后，侪人去公所申请补助，嘛有真侪民众唔甘公务人员的辛苦。以7月份来看，公所真侪人逐工加班，哪像是甲公所动作处赶快。加班审查，然后有的是部分疑案件，甚至有到现场去勘查，然后同仁都是白天在忙碌。晚上都是在加班整理这些事件，甚至6日都还有来加班，确实相当的辛苦啦。以7个区公所来看，农业科长1个月就178点钟的加班，员工1个月平均加班75点钟，已经紧绷啊。公所拢总68个员工，总加班时数5051点钟，是平常时月份的10几倍。迄个为资金的这个申请，然后
过来核保审核啦，这拢非常复杂的一个手续啦。对价收入好的这个照顾的部分，会使讲因的工作时间啊，拢无暝无日。这辛苦民众看到眼内，这摆台南沿海10几个行政区拢受到影响，专区处理厝顶损害家园复原的补助案件，就超过3.6万件，因此正需要基层公务人员轮班办理。对主担市长嘛宣布，红救灾加班费无受3个月240点钟限制。还没有等到行政院的这个公务，我们台南市先加发这个加班费，这是公务员的辛苦应该得到的。我们用市款直接先来予以拨付。根据市府18进前的统计，受理复原的补助已经发2万多件，金额5亿外，农损案件嘛有2万多件。另外，市府为着要加速7个区居民的复原，市府专门动员协助修缮客家，已经完成勘查甲估计户数有338户，每合率有9成。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高雄演造今仔早起有一台拖帮车要转弯的时，可能是物件无绑好势，这3栋重的钢骨就规支落落来，甲路边的电火条弄倒，害附近500外户拢停电。台电表示会甲司机讨赔偿。拖班车停伫路里，顶管站钢骨有骨机已经坏伫咧路边。拖班车司机是67岁姓王的查甫人，20早起7点左右，载规车钢骨驶来演造的高速路者，疑似物件无固定好势，一支3栋重的钢骨就安尼飞落来弄到电火条啊！有住户听到声，赶紧出来看，一看到这副模样，拢感觉真正是好加载。伊若来上班时间的，这大都爱偌济呢？真正好加载，无对啊，我就幸运啊，代志拄着无人愿意啊。由王姓男子驾驶的营业一引车，因货物未妥善固定，行驶间掉落撞倒路旁电线杆，所幸无人伤亡。王男经初步检测无饮酒情事，详细噪音将由交通大队分析鉴定。因为钢骨弄到电火条啊，嘛甲电线扭断，造成附近513户熄电。台电紧急处理，7点半先复电439户。不过因为钢骨无调走，台电就无法度抢修。附近汽车修理厂头家讲，人到工厂门拍未开，才知无电。今仔日生理可能无再调做啊。安尼影响到你今仔做生理无？会啊，较会无啊，即马无做开啊。你有啥物物件要调去用互人的无？今嘛目前还没有啦，都预约的啦，我都有跟人讲说今天没办法做了。目前剩74户停电中，同仁目前正在全力抢修当中。对于肇事者造成的损失，本处将依章索赔。用来固定钢骨的链啊，已经断伫咧涂骹。警方讲，在废物乌白落，依法相关会当罚款8块。另外，台电表示，因为抢修会当钢骨拢刷走，佮加上电线、电筒、电条拢爱换新的，因估算可能爱到尾暗仔才会当复电。记者柯家如柯兆阳高雄采访报道。但年中秋过，都惊文旦卖不出去，就剩几堆。花莲农改场为着要减少浪费，就研发加工设备，会当北配买文旦做精油，省时佮省工。一粒一粒文旦送一位台山机，大粒的拣出来送一位鲜精油的所在。果肉较侪是经过切割了后，用压缩精准提出果肉，规套流程紧够清气。重点是比传统精油更加有效。单日的处理量的话，可以达到4吨。传统人工上面的话，可能过去同样单天要处理到4吨的话，可能要若一个工班以10到20个人来看的话，可能也要将近4天。这是花莲农改场用3年时间研发，因有效解决以前中秋节过后，剩的文旦油安怎个加工利用问题，精油做清洁剂，肉皮应用在餐饮、食品加工业者也正期待。目前在市面上还不是非常普及。但是农改场愿意花心力做出这样的一个设备哦，我们也因为这样得到很多好处。这套系统已经完成基转交油做标向浪费，不过今年后港文旦的介绍和数量是不是因为换到文旦受风台影响有变动？我们预估今年还是有3800万到4000万台斤左右的一个产量。我们有跟幼农就是做一个协调，就是在直销的部分我们并没有涨价，所以还是维持在去年的价格，就是每10台斤大概在600到800元左右。花莲农改场强调，这套加工系统已经通过ISO认证，那成果品质管加工也正成功。和文旦油有另外一个新的阶段，以前文旦油平伫田内底经常也愈来愈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家己的新港文教基金会今年hiệu纸有办野队，家伫咧外县市读大学的囡仔，考倒转来新港，带在地学生参加野队，增加对故乡的认同感。
带着参加新中营的学生囡仔来人捌基金会内底图书馆的服务甲馆藏。新港文教基金会为着要互在地国中生甲高中生会当了解家己的故乡，伫校内期间举办新中营，希望互增开学生囡仔透过学习提升能力。训练因会当因的表达能力也好，还是伊的肢体诶活动也好，还是规划诶细节能力，会对参与活动的过程当中，会当建立伊甲家乡的这个感情嘛好，还是伊对地方的认同。为着要互参加的人增加对在地的认同，新港文教基金会邀请伫外县市读大学的新港囡仔等下设计甲参与，要透过这个活动，唔但增加因互相的人际关系，嘛互等下带领对大学生培养表达的自信甲规划执行的能力。有学到新港的当地的特色，还有一些地名的由来。我感觉咱心中上大的所在是，咱会当伫足侪人面头前表达咱想要表达的内容，佮有互因合适到的物件安尼。这摆的营队是负责任的角色，所以我有学到要安怎分配工课，整理问题，啊，甲伊提出来，互这个营队更加好。新港文教基金会表示，庄脚甲都市比起来，学习的资源甲环境拢无共款。透过新中营这个平台，唔但甲先辈后辈求互我，嘛伫传承在地文化的过程当中，互学生囡仔得到成长学习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心脏疾病是去年国内第2大死因，嘛是老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来看新北的阿东病院创立这微创瓣膜中心，为今年5月到达，心脏手术超过7万例。70多岁黄金梅因为得到扩张型心肌病，常常感觉真歹喘气，连行路都会喘，下身甲腹肚也拢寒水。这若无紧治疗，恐惊有心脏无力的风险。加在伊即时接受换心脏的手术，互伊得到新的人生。伊即摆也定期到病院做志工，来回报社会。家属陪病人来看病啊，他们就会坐在那边，那我们就会过去跟他聊一下。甲黄金梅手术心脏的阿东病院表示，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心脏病是2024年国人10大死因排第2，也是老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为着减少手术的风险甲并发症，病院一直创新技术，唔但以类似经微创心脏手术得到第15届的国家新创奖，佮成立全国头一个结合心脏内外科的微创瓣膜中心。伫今年5月达到心脏手术突破1万例抗战。传统的开胸手术要经过胸骨，而新的手术方式可以经过肋骨跟肋骨之间的肋间，甚至是内视镜辅助，或者是达文西的机器手背。他们更创了一个所谓的绿色通道，所谓的咨询的绿色通道。好，对于病人开完心之后，后续的关怀、长期的追踪，让民众不但开心而且安心啊。新北市卫生局表示，阿东病院是新北3间医学中心之一，负担给同情照护的责任。病院特别建立实体加线顶的心脏外科，第2意见咨询绿色通道，提供病人甲家属评估多元治疗的方案，减少看医中途的检查，为影互市民会当伫在地接受医疗，伫在地过食老的生活。都市新闻采访报道。那国内第1大死因是肺癌。咱中研院有和美国的团队做伙研究，证实讲这部分的肺腺癌患者阿硝胺突变的情形是全球患者拢有的情形。另外研究嘛发现，有的患者较有行起来风险，会当精准治疗。中研院甲美国临床两倍集体学肿瘤分析联盟合作，对欧美甲亚洲相关的族群做肺腺癌两倍基因体分析，发现2大关键。伫个无食薰的肺腺癌患者内底，发现阿硝胺等环境致癌物才会突变的印记，这不是台湾也是亚洲独有的，是全球患者拢有同款的现象。我们发现男女对于这个环境因子的耐受性很不一样。譬如说女性对于这个常常在食物工业中用的这些防腐剂特别的敏感。那对男性而言呢，烟雾类的污染是非常敏感的。透过两倍集体的分析，把肺腺癌分做3大亚型，其中叫做 C2 类尾期亚型的，虽然伫临床属于第1期早期的癌症，不过伊分子的特征会展现出甲尾期真相像的情形，翻扩甲转移的风险真大。研究团队锁定这个类型的患者，把因基因内底会影响癌细胞存活几啊个点标记起来，加做临床会当对症下药精准的点。哪一些人
是会复发，这个我们叫做类晚期，那他就要接受比较积极的治疗，找出是哪一些变异点，研发新的药物才能够造福我们的民众。医师嘛讲，目前咱国对气栓癌的体检还阁无够普及，患者伫确诊的时阵，大部分拢已经末期，嘛较歹治疗。除了定期体检、量早治疗，上新的研究嘛当成做未来早期监测甲精准治疗新的一个方向。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推广文化部台语文化计划，台湾台语路协会带囡仔用耍的方式，爬树啊、做七头米、米小炊，互囡仔伫咧自然的环境日常讲台语。囡仔画滚比赛，看啥人较厉害，可利用竹仔 DIY 家己做竹枪甲竹剑。囡仔用耍的方式，自然讲台语、学台语。囡仔拢讲hiệu热伫遮闭店厝内，佮较趣味。伫咧遮较好耍。为什么？因为会使交着朋友。交着朋友啊，可会使学着台语啊？会使做刀嘛，会使做琴。回家我就会使耍啊。暑假就惊济学生囡仔踮咧厝内沉迷3C 产品。台语路协会今年暑假伫新竹联巴达大自然学校举办3天2夜夏令营活动，是伫囡仔踮学校内底米小炊、耍救兵游戏，鼓励囡仔咧耍的时自然讲台语。自由，互因家己耍，为了耍迄个剑条啊，耍救兵的游戏，啊，为的是耍迄个家己 DIY 做刀做剑，利用这个机会咱会当来发展在游戏。为什么？因为即摆囡仔咧耍这手机啊，有无其实愈来愈严重。啊，囡仔拢算讲伊的经验拢限制掉的。哇，互囡仔耍足侪过去，迄个古早时代台湾囡仔做的耍土啦、起火啦、抾茶啦，啊，佮有伫咧啦大场的游戏啊，会使自由的用因家己的武艺，啊，足自在，伫遮耍嘿。对因来讲，毋是咧学台语，因就是用台语咧生活。文化部的培育台语家庭计划，鼓励大家伫生活当中讲母语。这届活动也有参加扣点活动，夏令营透过上自然的方式，伫游戏当中甲囡仔互动讲台语，甲台语真正落实应用生活当中。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咱台湾的传统艺术念歌今日传去到马来西亚，而且是真受欢迎。台湾米米亚笑念歌团和马来西亚当地布袋戏团做伙表演交流合作，让观众看到无共文化特色。带我向前甲问一个分明啊！精彩的说唱艺术，甲观众带入去牡丹亭悠远的情景。台湾美俏念歌团甲马来西亚普隆布袋戏小玉龙掌中颁港台，让观众体验传统艺术的跨界新风貌。第2届的槟城偶戏节，除了传统的偶戏表演，也让当地的民众领略台湾面狗的魅力。观众坐甲甜，我实在有去惊到啦，想袂到讲离台湾3250公里以外的所在。要有这么啊侪人对着台湾的念歌有兴趣。The Papa Festival is a very good idea because it brings many troop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Malaysia as well as Indonesia and Taiwan together, so that they can perform together with each other as well as to perform for each other. 这是台湾社区念歌班的学员头一届出国，甲周成过台湾搬进舞台。这段故事呼应华人落南洋的主题，也是念歌国宝杨秀卿全场好戏。我这届头一届出来，就是爱最认真，爱争取这个公园转去。毋过跨国合作挑战袂少，无论念歌还是布袋戏，拢惯是话戏，也就是爱对观众的反应随做表演。抗拒讲有剧本，因为细汉开始就是安尼话，跨国合作嘛，大家的这个默契也还没有建立起来啊，所以讲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剧本当较保险一寡。念歌伫台湾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演过是一般人的娱乐，却因为戒严甲国语运动渐渐失传。即马美俏念歌团团长观察，严格定义的念歌表演者较无10人。拜杨秀卿做老师的伊，讲到遮侪年传承念歌的动力。伊对着念歌安尼一世人的安尼付出的传承，伊遐侪岁伊搁咧继续做阮是有啥物理由讲我无爱我做这个票呢？即马都无人看，无迄个代志。
无论是念歌还是布袋戏，这阵艺术一直用上真诚的演出，甲传统搬起哩舞台，搁一直创新，都是因为这个做戏的热情，互私民艺术会当跨越国界，进入更较侪观众的心内。记者采访报道。天气玻璃仔来关心下半晡的温度。北部地区30度到35度，中部地区29度到34度，南部地区29度到34度，东部地区29度到33度。外岛地区28度到31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静，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你即马收看的是公司第一台。In 1947, amidst the turmoil of the 2228 incident, Kimura, a 19-year-old young man, and Wada Leo in her 50s find themselves in an unexpected encounter. 20 years later, Kimura continues his quest, driven